各位看官好，我是曹汝虫，今天我是第一次用主观视角带大家出来旅游啦。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对面那个上海历史博物馆。这个地方原来是租界的跑马厅，现在成为了见证上海历史的地方——上海历史博物馆及上海革命史博物馆。希望大家能够帮我3连，点完再看，看完再点，谢谢大家喽。到这里来参观是不需要买门票的啊，只要在上海历史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上预约，就可以来免费参观啦。今天人不多，都不用排队就可以进去了。刚进去1楼大厅有个特展，江南生活美学，我们在看上海历史前，先进去看看吧。这个展据说是通过人的5个感官，让我来感受江南的雅。首先是听觉，这儿在唱昆曲呢。这个地方叫做汤安，地点在杭州的北高峰。当时昆曲大师于素如和一批友人在那里探讨昆曲的发展，后来多亏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为于素如大师录了音，才让一代宗师的唱腔保存到了今天。接下来是嗅觉，看这里有沉香、檀香、丁香、藿香、乳香、安息香、豆蔻。古人也是需要熏香的嘛。我们来看看这边有间屋子，它叫做鼎足斋，是明代扬州人周家胄的书斋。他写了一本书叫《香圣》，收录了各种香材料的知识，是中国香文化的经典。我们再看看古人的熏香用品，这是1700年前东晋越窑的青瓷香薰。这个是清代的贴红檀花小圆盒，这个是清代的金香盒，这个是元代的青瓷插香瓶，真是光泽如新啊。接下来是五感中的触觉，在这里被称为意，表现形式就是下棋了。看这边的小朋友好像很开心啊，从小就知道雅。这2个都是古时的围棋盒，右边这个是元代磁州窑黑用围棋罐，这个是唐代的陶棋案，不过是怎么玩的不太清楚。这个是清朝的棋谱，这个也是叫桃花泉棋谱，名字也很雅。接下来就是视觉，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书画，包括相关的文房四宝。这个是清代周贤的博古花卉瓶，画了用青铜器来装花呢，很有想法啊。我们再来看文房四宝类的，这2个是墨啊，还鎏金的呢，舍不得用啊。下面也都是清代的墨，胡开文造的。这个是铜制的墨盒，也是清代的。这个是梅花知己墨，这名字真好听。还有这个礼盒装啊，打开就是一个长卷。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感官，味觉，这是一片蓝色的世界呢。是978，这个是近代的六角如意纹朱漆木酒坛。这个是酒令，就是完了输了要罚酒，一般人猜拳，文人雅士们会玩个对下联。这个是青白玉扁平，这个是云龙纹铜瓶，材质也是多种多样。还有这个单独展览的北宋景德镇青白釉柱子温碗。味觉除了酒，还有茶，这里有个湖心亭茶楼呢，好多城市都有湖心亭茶楼啊，里面放的是茶道的片子吧。好了，这个特展就看完了啊。走出来后发现这里有个镇馆之宝，白子大理教，高2.85米，要仰视才行。我们看每一层都雕刻有无数花草虫鱼、神仙瑞兽，戏曲故事。以前只知道宁海那边十里红庄有这样的轿子，没想到上海也有。据说这是一个叫周卫成的老板，1927年时候请了10位工匠，用了10年时间才做出来的。不知道后来是哪一位小姐姐，最后做进去了没有啊？说到这里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怎么做进去的。绕一圈到正面去啊。看看这里，好像也没有门啊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能坐上这个吧台大轿的，绝对都是人生赢家啊。
这简直就是个超级大锦鲤婚车啊，那劳斯莱斯什么的根本就没法和它比。现在要言归正传，哦，不是言归正传了。2楼是古代上海，3楼、4楼是近代上海。我们今天这个片子先带大家去看看古代上海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古代上海的展厅了，正前方有一个大屏幕，在放上海沧海桑田的宣传片呢。我们知道上海这里原来都是大海，大概在5000年前才形成了现在的陆地。我们看它是一条一条的沙堤堆积而成的，这样的沙堤又叫冈深。我们看，从现在的陆地里还出土了鲸鱼的化石呢。远古上海历经了好几个文化时期，最早的是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，看，这就是6000年的上海第一人。不过大家不要怕啊，这是复制品。我们看，这位小哥哥只活了25到30岁呢，不过在那时候这已经是长寿了。如果我们想看看他的本尊，可以去上海青浦的松泽博物馆。当然草履虫也希望有机会能带大家去。我们再看看这里啊，这是上海第一房和上海第一井，这个房屋的地基还是很明显的。水井也说明了人们可以在这里长期定居，那时候上海买房不用钱啊。再往下看看，这里都是他们的生活用品。哇，这里还有上海第一道6000年的稻谷啊，6000年。第二个文化是从6000年往后的700年间，上海又诞生了一个松泽文化，那是用上海青浦的松泽村命名的，是上海的本地文化。我们看，在这里发现了许多墓葬，而且这个时候的陶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。我们到这里来看一下啊，这里的图片比较集中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些陶器不仅形式多样，而且开始有了造型和图案艺术，这说明这一时期人们从旧石器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。第三个就是传说中的良渚文化时期了，距今5000年左右。当时上海有一个叫福泉山的地方，有个土著的金字塔，出土了当时的高等级墓葬，里面有很多宝贝。这个是玉璧，良渚时期的代表器物，还有这个玉琮更具有代表性。如果我们去过杭州北边的良渚遗址，那个反山王陵出土的全都是这样的玉琮，和这个一模一样，说明它们都是属于同一个文化的。还有这个，这是上海最早的梳子吗？还是玉做的？还有玉饰品，挂在胸前的玉珠串，烫在手上的玉带钩，这个是绑裤带用的吧？全都是玉做的，这个墓主人肯定是个大人物啊。良渚时期开始形成了早期的国家，贫富阶级分化很明显，这个肯定是大人物。哇！再往前走，我又发现了这个，一根完整的象牙权杖，太精美，太震撼了。这肯定又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吧？这上面还有神人圣面纹呢，这肯定是当时王一级的人物才能使用的。我把镜头拉出来看一下，这根权杖全长97厘米，绝对是这个管理思维的存在。我们再来看看第四个时期，前山样文化，距今4000到4200年前。因为前山样文化主要是在太湖边的浙江湖州被发现的，所有它很多器具上的纹饰都和水啦、鱼啊有关，比如这个陶罐，它上面有3道水波纹，看见了没有？还有这个就更经典了，这是一颗陶鼎，我们看它的3个角都是鱼鳍形状的，这是前山样文化所特有的，是前山样文化的代表性器物。然后第5个就是广富林文化，就是现在上海松江的那个网红水下博物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，其实东西还是从陆地上被挖出来的，那个水下的博物馆现在只是用来做展示的。广富林文化距今也是4000年，它结合了当时一些北方的龙山文化。下面有一些出土的东西啊，比如这个陶盔，用来温酒的；陶豆，用来装食物的，相当于碗；陶刻槽罐，这个内壁里面还有花纹呢，内外兼修啊。还有这个3足陶鼎，
还有这个石梨，哇，好大啊！这确定能拉拉动吗？还有这个大概的陶瓮，不知道当时里面是装什么的啊。这是第6个，也是远古上海的最后一个了。马桥文化，距今3000年左右，这个已经和我们的夏朝差不多同一个时期了，所以里面的一些器物造型也和河南二里头文化里的差不多。这些陶壶、陶豆、陶箍、陶制我们就不说了。据说马桥文化的陶器上经常有一些陶文，大家怀疑这个是不是就是早期的文字。我们找找看啊，看那个关口的右边是不是有一个符号？最后就是这个啊，石制的小箭头，还有小铜凿，虽然数量不多，而且也很小，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。好了，上海第一人，上海第一料，上海第一井，中国最早的代沟，这些我们都看到了。远古上海的部分就带大家看到这里了，明天再带大家看看上海的古代部分。关注草履虫，为您不断打造旅游视频攻略。